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同一时间7点半，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无论你是在家里，或者是在通勤当中收听，还是在任何一个安静的角落，愿上帝透过今天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复兴圣洁》，让我们用分别为圣的生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神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经历神话语洁净的生命。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神的慈悲怜悯是要激励我们的生命，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的侍奉，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的生活活出神所喜悦。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诚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生命献上，是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是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为主而活。主，求你复兴我，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感谢你赐下你宝贵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不只是听见，更是能够听懂、领受。天父上帝，我们承认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纷扰，求你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将世界搅扰我们内心的声音挪去，让我们有一颗单单专注在你话语、提醒的教导当中。也恳求你用你圣灵的光照来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你眼中真正神圣重要的事情。恳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不仅是认识主的知识上面能够更多增长，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跟被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神圣之日。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叫分别为圣的一天，也就是说分别为圣的一个时刻。那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也非常期待每一个在观看每周我们线上直播的这些课程的内容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新眼光读经的进度一起来读经。所以假如你有读经的习惯，也邀请你不是只有礼拜三，而是每一天按照我们这个 PPT 上面的内容，我们每天能够预备好你自己安静的时间，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牧师也会透过圣经的背景内容来跟大家分解，那让大家能够在读经的同时能够有一些圣经的背景资料的认识，那你在读经就会比较容易懂。好，所以邀请各位能够一起来读神的话，来滋润你的生命，祝福你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主题以前，我想要问大家，跟大家分享，不晓得大家一定都有这个大扫除的经验，无论是教会圣诞节快到了，或者是明年新的一年过年也快到了，无论是把教会把家里做一个稍微的整理，让它有一个崭新的一面。那这种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要大扫除在家里面好几年一整年下来，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整理，有许多的这个杂物的房间。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刚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也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的国家，他们重新做一个叫做归回的一个动作。当他们回到
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城，他们做了重建的工作。而这份伟大的工程，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他们把它完成了。而当这个城墙盖好了之后呢，他们重新有一个在生活当中，还有在环境当中得到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问题来了，当他们的心灵呢，他们的心灵跟信仰的生活呢，就像是一个家，外面的围墙盖好了，但是家里面充满许多混乱。所以呢，他们需要再做一次的彻底的叫做属灵生命的大扫除。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神圣之日，什么叫神圣之日？神圣的一天。我觉得应该把它分成神圣跟平凡有什么差别，我们一起来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我要这么去想？就是我想这个主题一定大家会认为说我平平凡凡过一天就好了，我干嘛要把我的时间把它分别出来，说什么叫做神圣的一天？那所以牧师用2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神圣跟平凡。我们每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相信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平凡日常的事情，工作啦、家务事啦、吃饭睡觉，这些都很重要，而且也是生活当中很基础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平凡，没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灵魂就很容易会干渴，而且迷失方向。我举个例子，平凡的生活是需要透过神圣的时间的安排来重新校准方向。平凡的日常忙碌当中，我们很容易会忘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无论你的信仰是爱你的身边你所爱的，或者是爱你所希望投入的事业也好，我们都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目标，而那个目标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把它视为非常神圣的价值。而神圣的一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跟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叫做与神对话的时间。譬如祷告，或者是从读神的话语去明白生命当中的需要，它就像是一个指南针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从平凡的世俗生活当中重新找到一个校对生命的方向。而这个被调整的过程会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到如何走在这个受祝福，而且是恩典，而且是我们讲说叫做天国的道路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要怎么走？期待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今天的圣经节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人生命的道路如何从神的话语来得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走。那今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在日常的生活很多平凡的这些事物当中，其实还蛮容易会消耗我们的许多心力啦、耐心啦、爱心啦。可是当我们如果把一个神圣的一天或者是说神圣的某一个时刻，你把它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在这当中，我们讲说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来为我们提供在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个燃料，会需要的帮助，而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跟力量去面对接下来我们所认为非常平凡的日子。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简单的把这个神圣跟平凡的这个关系，让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神圣之日，或者是说分别为圣的一个神圣的时间，让我们知道神圣不是一个地点，譬如说我去到教会才神圣，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与神话语能够互相生命对遇的时刻。各位弟兄姐妹，
平凡的生活，它是需要一个神圣的安排，你把它分别出来的一个安排，会让你这个平凡的生活里面会带来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然后带给你力量，如何走下去。这个神圣分别出来的时间点，会透过圣灵，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需要的燃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要一起看尼希米记第8章，里面清楚的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主动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圣的时刻，让他们可以从不仅把外在的建筑这个城墙把它完成，而让他们的生命重新转向到内在信仰的重建工作。哇，这个今天的主题，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牧师邀请各位，我们一定要好好把今天这段圣经节的主要的精髓，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融会贯通，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建造属神的圣殿，一个重要的生命的功课。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这一天告诉我们，神圣不是一个地点，神圣的地方不是一个地点，不是说我去到教会，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本来就是神圣的地方，但是不是神圣这个词不是地点它是代表的是我们跟神话语上面我们生命能够对遇的时刻。我再讲一次，神圣分别为圣，代表的是我们与神的话语相遇的时刻。当百姓今天的圣经节里面背景，当他们聚集在水门前，他们渴望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生活。他们不是把圣殿建好了以后就很开心，不是，他们是渴望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未来的道路如何生活。所以在他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个神圣的一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把这种神圣的必要性带进去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当你在教会里面，你会感受到被喂养，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但是回到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眼前的问题，你会去想，到底神如何为你预备。期待我们从神的话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尼希米记第8章1到3节，那月的第1日，他们全体同心一意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水门前的广场上。他们请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把法律书带来，这法律就是上主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于是以斯拉把他带到群众聚集的地方，那里有男有女，还有年纪较大能明白事理的儿童。以斯拉在水门前的广场上向他们宣读法律，从黎明一直读到中午，他们都很注意听。以斯拉站在一个特别为这事而造的木台上，他右边站着马他提亚、示玛、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家和马西亚，左边站着比大雅、弥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以斯拉站在高台上，他们都注目看他。他一打开书，大家都站起来。以斯拉说：“颂赞上主，伟大的上帝！”所有民众都举起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在地上敬拜上主。后来民众起来，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有些利未人就向他们解释法律。这些人是耶书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赫蒂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
约撒拔、哈南和比来亚，他们向民众口头翻译上帝的法律书，并加以解释，使民众能明白。民众听到法律规定的事以后，都感动地哭了起来。于是省长尼希米、祭司和经学专家以斯拉和解释法律的利未人告诉民众，今天是上主你们上帝的神圣日子，你们不要悲伤哀泣。现在大家回家预备宴席吧，把你们的食物和酒分给不够的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难过，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利未人安抚民众，叫他们安静，不要悲伤，因为这一天是神圣的。民众就回家去，快乐的吃喝，并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因为他们听懂了读给他们听的法律。第二天，各宗族的族长和祭司和利未人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去研究法律的教训。他们发现，上主借摩西赐下的法律，曾命令以色列人在住棚节时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因此，他们向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镇发出以下的通知：你们要出去，到山上砍橄榄树、松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其他树木，根据法律的指示，用树枝搭棚子住。于是民众砍来许多树枝，搭棚子在他们屋顶的平台上，在他们的院子里，在圣殿的院子里，以及水门和以法莲门的广场上，所有从流亡归来的人都搭了棚子，住在里面。自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代以来，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这样做，每个人都非常快乐。从节期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以斯拉天天宣读一段上帝的法律书。他们守节7天，到第8天，按照法律的指示举行避会典礼。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里面，为我们展开一个神圣分别为圣的一天，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段落。好，我们从第1节到第3节里面，我们看见复兴的第一步是主动渴慕的。在我们今天所看第1节到第3节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到了7天，到了7月，不是到7天，到了那月的第1日，也就是7月，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之处。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水门的广场上，他们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是一个自发性而且合一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他们就如同一人啊，他们全体同心一意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说，他们全体同心一意的聚集在耶路撒冷。哇，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他们的行动不是单独一个人说觉得要来读神的话，而是他们合一的行动。他们不是被动等待的，他们是主动请以斯拉。7月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所以呢，他们选择将时间奉献出来。我们从第3节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从黎明一直读到中午，他们都很注意听所以专心聆听神的话，这对于一个在真理渴慕的一个族群团体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圣的一天，分别为圣的一天，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敬虔展现出一个非常高的优先的顺序，就是先回到神的话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小组，当我们在与人接触，在牧养陪伴的过程，我们是否把神的话看为最重要？我们是否有想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为这位弟兄姐妹带来祝福？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少渴慕？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愿意牺牲时间，主动聚集合一的，大家一起来聆听神的话？所以牧师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牧师带领很多的教会团体，过去到我现在牧会的经历里面，我觉得真正属灵的复兴生命的复兴必须要能够让人对神话语的渴望。所以你的神圣的一天是否愿意把你的圣经翻开，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生命？我们继续看，在今天的圣经节从第4节到第9节里面，一个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神圣的这个分别为圣的一天，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话。利未人他们透过教导百姓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属灵的复兴必须要从真实的去明白圣经的话。所以在第4节到第9节当中，当以斯拉展开这个律法书，他打开这个律法书，百姓的回应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庄严哦。我们看第5节，以斯拉站在高台上，他们都注目看着他，他一打开书，大家都站起来。哇，我觉得他们这不是一个表象的仪式以斯拉说：“颂赞上主伟大的上帝。”所有民众都举起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我在回想那种情境，我在想象，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行动跟感动？各位弟兄姐妹，第6节里面，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高的神，众民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举手阿们阿们，低头甚至面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这不只是一个听见，更是一个行动的回应，顺服而对神的敬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了让确保明白，利未人他站在百姓的当中，做了这些动作，让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他们的回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7节，后来民众起来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有些利未人就向他们怎么样解释法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8节，他们向民众口头翻译上帝的法律书，并加以解释，使民众能明白。各位弟兄姐妹，清清楚楚的把神的律法书讲明，而让百姓明白所念的。当百姓真正明白神的话，他立刻在第9节，民众听到法律规定的事以后，都怎么样？都感动的哭了起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会感动人的心的。如果神的话没有办法感动人的心，往往是因为他不明白。那当别人在听神的话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我们有很多工作，很多任务，是必须要带领许多聆听神话语的慕道友，或者是未信者，或者是信徒。我们要让他们明白，真正明白神的真理心意的人，必然会为他的生命带来悔改的眼泪，还有敬畏俯伏的顺服的行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听神的话必须要听明白我们从人的行为生命，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没有明白。真正明白神的话的人是会带来行动力的。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有读就好，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说我懂就好，而是要求圣灵光照我们，透过更正确的教导，我们要讲明圣经的意思，来帮助那些需要得救的灵魂的信徒、慕道友，
甚至未信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节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基督徒或信徒，会带来生命两个结果。第6节里面代表敬拜。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无论唱诗歌，无论聆听神的话，牧师鼓励各位，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明白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人重视渴慕神的真理，神的律法书在告诉我们的，他的心呢，是会就如同第6节里面，当以斯拉说颂赞我们伟大的上帝，民众是会打从心里面说，对，上帝的确是配得我们颂赞的真神。阿们，阿们，举起双手，甚至跪下，是一份顺服，谦卑的顺服。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经文第10节到第18节，谈到一个，我们知道从第9节的时候，我们从第9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当这些民众他们因为听到神的律法规定的事以后，他们内心的感动，知道说，我不仅把圣殿建好了，他清楚知道他的生命有一个依据，他该怎么走。他的感动一定是认罪悔改的，因为他知道他过去做了许多没有敬畏神的生活。所以在第9节里面，省长尼希米、祭司和经学专家以斯拉，还有解释法律的这些利未人，特别告诉民众说，今天是上主你们上帝神圣的日子，你们不要悲伤哭泣。重新把他们带进去，如何要来遵照神的律法真理来走，就是不要过度悲伤。一个领受真理的人，我相信你会有认罪悔改的心志，会极为难过，为你自己所犯的错误罪恶而感到难过。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分别出来。神圣的一天的最高潮，就是在第10节到第18节。圣经里面讲到，神圣的一天最高潮是活出一个喜乐跟顺服的生命。我们看到百姓他的眼泪，这些领袖们，他们立刻引导他们从忧伤而转向喜乐。我相信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我们遇到一些侍奉当中的冲突问题也好，我们知道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做得不够，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把生命分别出来要为主所用，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掌权生命的主，上帝是掌权他的教会侍奉工作的主。上帝必然让我们在分别出来的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刻来到他的面前，他也希望我们活出一个喜乐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百姓的眼泪，我们看到百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领受到这些这个真理的律法的时候，这个领袖，这些圣殿里面侍奉主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开始立刻引导他们从忧伤转向喜乐。第10节里面，尼希米他宣告，今天他说，大家回家预备宴席吧，把你们的食物和酒分给不够的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难过，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服侍很久的同工朋友，或者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跌倒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上帝应许我们，透过先知尼希米也在提醒我们，上主赐给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句话就是神圣之日一个核心的真理。你要如何活出喜乐，是因为这个喜乐是上帝所赏赐的。这个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这个神圣分别之日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会转化为行动力的。
而是什么行动力？我们看12节说什么？说民众就回家去，快乐的吃喝，并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因为他们听懂了读给他们听的法律。哇，这句话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向跟目标。当我们领受神的真理，我们是必须要把这份真理带回你的家庭，不是去咒诅你的家人，不信的家人，也不是要带给你的家人去审判他们，你们不跟我来教会，你们不怎么样。 No， 不是的。神的话告诉我们，民众就回家去，快乐的吃喝，并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他们可以快乐的吃喝，可以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定是从神那边领受到喜乐的盼望，因为他们听懂读给他们听懂的法律，所以他们愿意立即性的实践爱的诫命分享。我们看14节到15节里面讲到，隔一天他们继续研读他们发现律法要求他们在7月节必须要搭盖这个住棚，百姓的回应是立刻行动。根据法律的这些指示，他们是用这个树枝搭棚子住了。17节说什么？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这样做，每一个人都非常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营造。我把它解释为叫做营造。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传递一个美好的信息跟福音，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教会聚会的环境去营造。你不要小看一个空间的营造。我们知道开会需要有开会的场地的这个桌椅的安排，但是我觉得信徒在陪伴未信者，或者是在我们信仰的营造上面，我们外在的营造也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遵行，所以明白神的话最终的目标都是行动。我们不能只能够停留在感动还有流眼泪，我们还要去，我们还要走出去。所以这段圣经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提醒，属灵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而已，而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靠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但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不愿意依靠他？神圣的一天不只是来到教会能够遇到你的喜欢遇见的朋友，跟他聊，不是这样而已。神圣的一天是从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语，爱神，守节期，守主日，甚至愿意跟人分享。各位弟兄姐妹，期待我们牧师要用几段圣经节再次跟大家分享。在诗篇里面119篇105节里面提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尼希米的百姓，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这些百姓他们透过读经找到了被遗忘过去遗忘的节期应该做的事情，也找到了他们民族人生命当中的方向。就像诗篇里面的作者所说的，上帝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被很多资讯价值观影片短影音我们会弄得眼花缭乱，我们不知道要听哪一种才是真的。其实我们需要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是那盏明灯，它会照亮我们脚前应该走的那一小步，让我们知道今天该怎么做。同时它也是一个光，它会照亮我们很远的地方我们要走的方向，它会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向跟目标是什么。亲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或许
你会觉得生活很迷茫，很软弱。但是请记住，你的力量不在于你自己学了多少，懂了多少，也不在于你的学位，也不在于你的财富，甚至也不在于你的意志力有多强，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靠耶和华的力量。我们倚靠神，神会让我们得着生命应当有的喜乐，而这份喜乐来自于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谦卑的去聆听，认真的去明白，然后勇敢的去踏出去去行动。期待今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神圣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更多生命的祝福。有2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在我们今天这个资讯快速的时代，我们要如何来重现尼希米时代当时候对神话语的渴慕跟专注？当我看完今天的圣经节的时候，我觉得哇，教会里面信徒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动，那该有多好。其实真的要从神的话，当时这些百姓他们愿意放下一切，花6个小时专注听这个律法书，就是神的话。而我们现代人呢，有圣经，现在都已经媒体化，还不见得会去读，有网络，有各种属灵的灵修资源，但我们还是很难专心。我们是否愿意需要刻意为自己来创造一个真的就像第3节里面一开始所讲，在水门前宽阔之处，一个专属排除一切干扰的读经的环境跟空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更积极的来推动在小组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好好来读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语，而不是单打独斗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考，真正的这个分别为圣圣日的喜乐，如何能够从个人的灵修而转化成为教会群体的分享跟实践？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们这些百姓，他们明白神的话，不是只有自己快乐，而是去分享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12节里面讲到说，民众他们回家是快快乐乐的喝啊，而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而且他们是听懂，而且读得懂他们所听的法律。第17节里面也提到，他们不仅这样，他们还怎么样？还搭建棚子，照着律法，照着他们的规定，过去他们没有做过的，他们再次去搭建那一个场合，那一个环境的氛围。神的话语从来不是只有我们个人感觉良好就好，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在灵修当中，我们得到的感动跟喜乐，我们需要去把这份喜乐分享给我们身边还没有预备好的这些朋友。期待你的读经，从神的话语里面的感动，帮助你身边需要改变的人。牧师从几位信徒姐妹身上，他们在信仰在跌倒受伤的时候，真的上帝很奇妙的工作。我听一位姐妹在分享，她透过北部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每天会带着她用神的话，然后透过祷告的方式，帮助她的生命得到帮助跟喂养。注意，是陪伴用神的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认识神的话，帮助我们回到神带给我们生命应当有的律例典章当中，才是生命改变的重要方法。期待让我们了解到神圣的一天，分别为圣的一天，不是每年一次的特别聚会，而是每一天我们决定主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去聆听神的话，让圣灵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明白，带着因为神的话语而来的喜乐，去遵行，去实践，去分享。让我们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去实践。每一天你拨出大概15分钟，好，为自己能够创造出一点点那个神圣的时间。我们不要放手机，不带一些杂念，只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渴慕的心，把圣经打开，一起来读，一起来祷告。透过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读到你的心里面，将神的话在祷告当中，我们来求取力量，让你的信心更加添，让你在学习如何去包容这件事情上，能够为你跟人的关系带来祝福。相信喜乐的心跟生命会在你的内心当中带来滋润滋长，也让你充满喜乐盼望，为主而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尼希米记的以色列百姓，给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知识上的明白，更是生命当中的实践的行动。愿我们能够学习依靠神，而得着生命所需要的能力跟喜乐，成为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面对挑战当中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将今日所有领受从你交托，我们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都再次交在主你手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坚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领受大大的生命的祝福。今天我们一起从尼希米的时代那一场属灵的大复兴，为我们的生命相信立定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期待你能够走出去，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可以分别为圣的一天某一个时刻的起点。相信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如果你觉得今天所领受的为你带来极大的感动，也期待你将这个直播，将今天的这个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经历生命的改变的力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晚上7点半，我们线上再见。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